你洗頭要洗幾耐咧2個鐘，你本身打算轉嘅髮型係光頭。光頭。嗯，我哋講下其他嘢啊。咁啊，如果唔得喎。你喺台上面唱下歌，突然間想打乞嗤，作為一個專業歌手，你會點樣處理咧？由佢咯，因為忍唔到噶嘛。如果噴咗條鼻涕出嚟咧？咁啊一齊。聽講你以前入行之前係做過 sound engineer 㗎。你聽邊個講啊？我都係睇報紙啫。哦。你中意聽啲咩聲比較多咧？我中意聽到起 tracer 嘅聲。因為即係代表收工。係。你會唔會同公司有好多爭拗？即係我覺得呢首好啲喎，我覺得嗰首好啲喎。哦，會有嘅。咁最後你就會知道，聽公司講，入到錄音室咧，就係需要做一樣嘢，就係咩咧？監製覺得點啊？監製你覺得點啊？咁你呢首新歌叫做說出個未來，係關於我呢幾年嘅感受。我估唔到可以變咗一首歌。可以咩都可以㗎，梳化都得㗎，化出個未來。中文係博大精深。我好同意。係啊。多謝你。